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日講講。我相信啊，當到野愛對攀日期嘅生日是無奈何哦，因為啊，佢哋想去做乜嘅就做乜嘅，對任何事情啊都反對啦。還有當到無強用嘅想法咯。像我表妹呢，一步嘅就到嚟攀日期，哦，有一把就讓我姨贏家啦，就按再講，唔知我也係睇嘅攀日期嘿。冇想到啊，我姨行卡厲害，娘子就講攀日期有乜嘅，娘妹我也係啲嘅紀念期呢，呵呵，叫嘛行喺路嘅真拉咯。看過一部嘅妹未讀到長春期嘅日公子，有乜嘅精彩嘅開對見咯，請看。唉，我欠死，真嘅我欠死。唔講，俺我講到也做妹啊哈！啊，咁妹講這無必之，怪就好啊。怪乜嘅啊？根本啊，係專門來扭人嘅討債鬼。哎呦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做乜那欠都還要貨4、3點樣嘅哦？係咩？我叫他封橋誒。啊，封橋有嘛？啊，見咩當好咩？你啊應該上貴種嘅啊。好乜嘅？今日早晨啊，我兩下強下出門。送佢一學校，我就關燈來錄樣啊！冇想到啊，一上客運就出事情呢。出乜嘅事情？啊，早就老佢講過，一番薯啊，雖然當營養，不過千萬唔好食太多。啊，以後是番薯啊！我兩姊妹啊，前陣尾坐下來，就看風橋啊，咕咕都咁扭來扭去哩。啊，扭唔起了。唔想啊，早晨7、8點鐘，佢客運查上地北，嘅人極多嘅啊，咁樣好大嘅風橋又練過，唔生唔跌啊，頭頭就飆踢咧。啊喲，冇聽人講啊，出屁唔響，響屁唔出咩？好生得，嘅意思啊，真係要曲死你，哎喲，木都差啲冇跌下來呢。哎呦，木做係咪肥肥哦？就趁日托起啊，係咪3塊以前啊？我家就老佢講，也用個實嚇，希望來揾隻茶上好嘅啦。哎呀，做菜吼，至少沒有還有新皮啊，吼。要按粗嘿，我冇感覺啊。我想講，嗌到姐姐。咩？啊，樣嘅事情係乜個辦法好解決？佢哦，前面聽開之音，萬年冇講得事嘛，都客運地位識榴蓮。為啥人聽到講有人識榴蓮，上出去見屁哩？個屁啦，你有下邊變腳槍了。哎呀，看阿妹嘅傻屁要嫁唔樣嘅哦，真見我當場大家腳面咧下去啦。哎，呀，風叫啊，自己還過門啦。是講啊，我一幾年冇看到佢佢頭擺當鬼當得人笑唔係咩？佢細細嘅時節，托骨種啊，就冇空樣咧。當年啦，佢赤赤硬硬，佢冇搶人嘅呢。托骨種以後就唔搶人。係啊，幾日嚟啊，就尋理由冇去學教，希望啊，就老師家關到檢房地度爽命，還不准喺度入去哦。唔想啦，按太人，我大呀大，罵呀罵，我真係要笑死哦。啊，我想到咧，你要想到乜計啦？哎呀，這個年紀算起來，風橋差唔多15、16歲。哎呀，愛轉過嚟啦！轉過？係啊，就進入青春期兩時嘅聲音咧，嗬，有啲聲音咧，慢慢變做大人，階段嘅聲音咧，嗬，個心情嗬，特別嘅扭就唔同法，哈哈，唔是笑，佢咩調試嘅啦？錯，佢咩調試嘅？佢條條誒。哎呦，唔是佢。我諗根本堂啦，你拖你當簡單啦，就像唔係忽然間更年期嘅時間嗬，係咪幸福了你當真相啊？對，唔講乜人更年期啊嚇，更講乜人啊嚇？沒啦，你講係調試也唔欠啦，我意思係講啊，像我屋企生意當多啊，我未經過呢隻時節啦，嗰兩時哦，個生意落嘅咩嗬，好貴嘅，咩幾講話話小氣機啊，見媽啦，哎呦，咩到啊，屋當初嫌拆起去哦。按樣講，你頭個咩有也處理過青春期少年艱苦嘅經驗了。有啦，其實講出嚟嗬，也唔可以當難理解嗬，你少年嘅心情啦，仲係唔嗬有限嘅時間，多攞佢打在鼓講，含談攞佢嗲，多聽佢講嘅心情哦。
就说的，几年的时间了，大家都过下去哦，生意就正常的啦。讲到像十足穷样，大老爷就大嘴骨，大老爷就地，每人啊风格哦，地两几次看来，刚信就有啊。咁要按人错？唔相信哦，跟我学本看啊。哦，你要来学风格哦。样诶，转身就来啊哈。好。俺就开始了。风格啊，很久冇看到了。唔慢人啊，我让当叔诶。那个讲法，像是个火药样的咧。唔怕，长春期的生意啊，你娘记啊。风格啊，哎呦，爱啦，你头棒啦，唔记得了，系啊。爷妹啊，向我讲哦，前日时间哦，多人大嘴鼓讲咸淡啦。老人大嘴鼓，老人蛮好讲的呀，根本就是共产党的怪叔叔。我变到吃果鼓啊！凤姐唔好爱人啦。老师傅人讲啦，你头白啊，细细时间吼，咩唔好去学校读书咧？哈，跟就来谈看啦，讲最闹上下课，好嘛？我最闹上乜嘅课哦？开起来哦，要上桥了。最闹上下课啊？唔是讲，当然系生物课啊。做乜嘅系生物课呢？佢身上都别行，投影一张太阳嘅相片，一片系啰里啰嗦都嘅解释，一片喺喺度啊详细嘅观察，系当奇怪呢，唔就系太阳嘿，系咪个下课以前还要考试？考咩试？有问呢，那个一张相片，一摆啊露出一只太阳嘅耳公，喺喺度台，又系非主相，又系亚主相，切，又要假讲嘅嘿，我老夫脚记去咯，你点解系卖人啊？切！太再讲本手指嘅脚，你做得凊彩看咯，好像系个人小冇系哦。你唔知全部自己讲嘅咩？还有最得人闹嘅啊，就是上数学课，一下嘛个推数，一下系记号，考试纸当背还有应用题。做应用题哦，特别好，日常生活用得到。当好用啊，特别有用处啊。应用题有用处？有啊。我先生出的应用题，一时咧就冇用处。提出哪个题目？那个一只水池底杯有4562吨的水。哎呦，你水池唔会按洗哦。沙丁本来就一只烂松嘛，也烂松嘛，一摆做得摇出3.5214毫升。不过也烂松嘛，下边有一只孔，得只孔做得流出1.747毫升。对下。唔讲你烂松嘛，一摆做得了几多冇讲人家噶，唔知我讲喺边哦，我反应较慢啦。来，再讲一摆我冇法度，乜样啊啦？因为我先生出题目，特别就乱出啦，也数目师听说冇用样。佢出冇穷样嘅数目师就系乱出题目噶。哎呦，总讲啊，佢就冇挨度讲，要几多摆？张做得老水池的水又呛来，你讲佢系咪油偏啊？面底下桑麻系烂呢，唔会放你先桑麻哦。再讲啦，你让我硬昂啊哈，迄冇就落做嚟绑铁啦。绑出来？系啊，做嚟绑铁，水完就溜枪嘅，做埋一天要用桑麻。冇听错，你水池冇出来啊？冇出嚟咩有输卵管啦，输卵管入边用力啜一下，嗰片水就流出来啊！拜托，冇投过汽油。咩佬唔講溫過水啊，係嘛？咩？就是講他講得啦。還有啦，最鬧嘅就係郭文先生。郭文先生有吧？特別上課上難呢，就喺我度寫作文，出乜嘅記下暑假做嘅一件好事，拜託，當我簡單不用暑假，冇出事就投訴了，我有乜嘅好事啊？梗有樣啦。想到尾時啊！總算想到暑假做一件好事咧。跟你講下。就我男朋友心情唔好，我一脾氣啊，我就騙阿妹講啊參加夏令營，結果我同我男朋友卡待1禮拜。有很多好事哦。一直等到阿妹本人搶到學校，我爭啲好錄得咧，人那寫作文啊，根本就係6口強。一下這個全部都走出來。就按樣啊，佢都還不用講我呢。第二日新的作文題目又出來咧，出哪個題目？新學期新希望，當場我就當起，娘誒，
你想要来捞我花的哈？哎，跟有没意向咯？那个回答当简单，三只字没死鱼。哎呦，你想唔错冇啦？哎，佢做得没生啊，我做唔得没死佢嘿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哎，好啦，你講知，唔好再我學風景咧。好，轉嚟。有咩？講樣啊風景嘅嗬。食菜有呀，哈呀風景啊，真見哦，七代無救咧。唔單止按樣，按叫啊，要搞到快動嘅啦。樣嘅喏，好嘅唔好，一下課啊，就看到個白肋角啊，嗬，到個頭卜眼。嚇，個先生唔可以做嘅。哼，夜路行到嘅，總會拄到鬼啊！今日就半日辦拖嘅捉到嘅啊，好，一條頭卜眼。哼，不然認到咧，夾認錯。誒，唔定啊，風橋係咪衝到神頭嚇？一下老先生送到個粗辣橋地方，全部下槍槍哩。哦，錯天派啊，唔係。誒，個學校要結態喏，咁這回事。那位人多就走到那去，哦也是啥，一路走到學校傳堂嘅左下地背。就去做下做嘛。誒，也不管有幾辣的哦，也是一太炸嘅蒜頭是千面股臭哩。個閒氣喎，而哋上喺樓嘅包爺嘅尊機哦，M 踢起啦。呀哈，廣播嘅喇叭響咧好，莊豐九同學，還有其他3位頭北人嘅同學，請夾到學務處報到。我就能講咧，就唔是嘅啦。也是啥，嚴師到學務處報到，人家先生嘅老經驗呢，乜個調皮魯蠻嘅學生嘅，唔是見過啊哈。梗要呀，當然啦。唔就是啥，一隻嘅入來，莊豐九，你最尾一隻。哎，準備哦，隔離審問。也是啥是見節目組到嘅答案好哩。哎呀，全部啊，大家蒙入批到啊，哎，準備哦，講大家唔好聲音，唔好聲音。第一個同學入來咧，有博嘢冇？冇，先生啊冇博嘢。個先生一樣咯。先生嘅冇發現咯。唔是客氣啦，食薯條啦。哦。唔是老先生客氣，來四支啦。安子說先生。哈哈，老虧啊！第一個同學啊，出去面白白嘅，夾提上講，好鹹啊！先生我請我到食薯條哦。也聽你個聲音咧，有你氣咧。唔是講，兩個學生誒，絕對唔會聲音。是啦。先生怎個請佢食薯條？你就看下聲音咧，細時唔細意，食得一支薯條，一時咧就冇走賺。你阿伯學乖咧。食一支用我爛咯，唔是客氣，再來一支啦。哦，我張鑊踢，希望我帶走好咧。不，那個張鑊踢係夾義工學啊，踢你啦。也聲音咧出來啊，義工黨還夾定一支薯條。先生，我想要的是薯條哦。再後來第三個學生落去咧。第三個聲音，老師唔但講佢食薯條，還很佢問토마토醬，快踢咧。做乜㗎啦？一下冇注意啊，問聽到，一些人啊關心點件事，老토마토醬啊準件事按樣點踢咧。改事咧。第四個我咬下風叫入去咧，當大會呢還主動喊呢，先生我來食薯條了。哎呦，那家伙又來啦。就講下風叫啊，一支嘅食，連薯條帶토마토醬，強我全部會被覆踢咧。先生拿起冇皮條。風叫拿起最尾一支薯條，先生也是最尾一支薯條咯。哦，這個係電腦，結果咧，高中來咧，你聽下，熱講講。hen yun phong vi xí難時，用得遲唔到咯。時難時，奇怪，我明明就放 V 嘅用係唔錯啊，啲羅盤冇可能都唔準呢啊！到底用嘅咯，感覺呢啲羅盤咩生啊？你先呐，你係牙講嘅羅盤呢？你唔敢請牙講就算，還跳跳就該繞，你嘛個意思啊？你哈？
俺那有条条呢，听人讲个路盘吼唔通花，佮深多风味，俺张上有可能会真爽无啊？乱讲，我讲嘅路盘明明系好嘅。李贤啊，我点到吃迄看起来较无真爽诶。哎哦，俺那味无真爽。先放到我讲食路盘，呀还要做到贵姓风荡荡嘅sản婦。你到底係咩物嘅哈？有冇問題啊你啊？唔得唔啲啦，俺最近吼东份命理呢，跟命理先生老来讲啊，俺今年嘅幸运色吼，就係逢都要搶嘢辣椒風。我多做啲風色咯，當作本藝運勢啊，風到哪唔得呢？風到乃唔得呢？最貴姓安風蕩蕩嘅產婦，就做啲保證伊貴年嘅好運勢，兩年也行啊。佢有做就有保佑啊。嘅唔講看啊，這呀羅盤看風味，有乜意思？有乜用啊？就得同書當講嘅啊，嗱叫咩幸運風味嗬，呢個喜難喜啦，凡事哦必成功呢，你看啊，啲風味哦係咪同重要？做地道嗬要同書啲東西就好咧，小行幾行嘢眼望路哦。啊沒愛哦，李賢啊，我咪睇甜甜的呀！呀種東西啊，你睇下是包含和大嘴股嘅話題，參考一下啲啊，無人真嘅啲用啦。李現啊，照你按你講吼，因等於只固定會看你 content 是，哪一回事唔是係咧？唔得老當係上啊，我咩係無奈何嘅好冇？另外呢，講我按苦情發生乜嘅事情啊？係啊，唔一保輕用嘅，發生乜事情？心情唔好，講出嚟我都談困啊。我一步吼，真件都唔順時啦，佢送上嘢啦，工作冇同啲就倒退了呢。該至少有前三飛吼。佢工作就倒退了，那有咩欠3費好難哦？唔但止咁樣哦，其實本來我老人結婚唔朋友啊，3唔老人行嘅啦。哈，冇行嘅吼，哈，你話愛用嘅喏？我咩唔知啊，姑嫂，我怎麼想講，是可能命你身上嘅方法會似個改運啊？哎呀，李顯呐，你冇貼分嘅名利嘅啦，哈，做牛啊，愛殺牛頭，哈。錯，冇睇款嘅條東西啊，一下我做嘅就係更加有精神，更加有自信，我前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啊。係啊。係啲，唔講我哋好，一點呢條就冇啦，連沙嘅打擊嗬，我真係當艱苦呢，做埋呢啲事情就會發生喺我身上啊，我險死我冇。李賢啊，我婆呢有讓我講過一句老古言語：3年水流東，3年水流西。睇睇時間嘅變化，次年環境嘅風向、水位咪會改變咯。就像人啊，咪係強樣，人呢會成功，咪會失敗，有好咪有壞，咪係睇睇時間來改變，就係法語講嘅風水輪流轉。3年水流東，3年水流西，一唱有道理哦。人生吼，就像嘢講樣嘅啦，有圓有缺，真正係你做得把握嘅呢。哎呦，李顯呐，我講你講，冇改嘅唔得嘅事情，只有改嘅唔得嘅心情。只要你有心吼，用平常心去看待嘅一件事情啊，哎呀，心情會好好啲噶。冇錯。喜樂嘅心啊，就係良藥哦！正面嘅態度哦，就係面對人生嘅好方法。係啊，事情就發生了咩？我將勇敢接受啦。就像你講嘅啊，3年水流東，3年水流西，風水係輪流轉嘅啊。冇聽錯嗬，嗰聽年好運就揾嚟哦。當好，冇錯。3年水流東，3年水流西。哎呦，精神！來，跳台戲。天公人我喊他好。 3年水流東，3年水流西。
一句話嘅意思呢，就係提醒人啊，人生呢總係有好有壞，遇到困難啊係一天嘅，重要嘅係啊，我要乜嘅心情同態度去面對喲。想到啊，我寒細嘅時節，因為事太好咧，故所就變咗一個皮鼓鼓嘅小阿妹。哦，一對我太嚟高興，我做太明顯嘅人，始終唔得哦。不過啊，我未啷個講，冇想過唔是壞心。差唔多啊，要拜參加西西同城嘅甄選啊，突然我就一個皮鼓鼓嘅小阿妹呢，結果啊，我就變做西同城了喲。觀眾朋友啊，唔講也係唔係就係三面水流東，三面水流西咯。接下來呢，春前哥又會帶嚟乜嘅精彩嘅節目咯，請看。要算妙處調米文飯書，有錢莫奈事。上着羅勒府，鑼鼓戲台啊，總都有兩戶人家，其中一戶做生意。按到中山朗老阿奶姑，屋下當不當行業，等一號拖閪作物，連路秋團，生發意豐容。個大吉隔壁個江天人三姑老師妹啊，佢兩公婆生發是好苦，不過兩公婆感情當好，人人惡惱。這兩戶人家做連下萬10年，冇乜個上家門。我先講好苦嘅戶人家，江天人啊，人講啊，2月天公家先派為天通啊，天師爺復復，個三姑啊。老街我過那天3日又係大天10天，當日上社見見見咯。三姑兩公婆當日大早是出門啊，出到貪污長要河轉到屋下汗流墨落，歸心求寒酸，實實是就係死性腳。個三姑死好性腳是很家不樣講，我講師妹啊，嗰條羅勒褲夾夾老喺哪來呀？哦，來了。我講三姑啊，你看啊，呢條羅勒褲有獎麼？我落去食到鏘鏘鏘，還有潤到砰砰砰。係仔有獎哦！我講師妹啊，個頭當以後係我哋成年嚟福氣哦。天意日問師妹細聲腳，個食好就很。我講三姑啊。我先腳洗好了，嗰條羅勒褲夾夾同喺哪來呀？來了，呢條羅勒褲根本冇窮樣嘿，呢當條吼少有一類大風花哦。哎仔，有人哦，我講三姑啊，你幾時學會繡花？你肯定要寫哦。佢兩公婆當一張，又講又笑啊，居然眼瞪。就像個烏蠅飲到湯一樣，個大吉隔壁個阿奶姑啊，當一時談到二角角啊，心肝都是想啊，嘿，隔壁個婦人家好苦忙苦哦，不過有羅勒褲合作，個公婆嘅感情就會安好哦。我講三郎啊！人就係咪按到吹住歌哦？不過佢講到食半樣吼，你是小人啊，小甜甜哦。我阿奶姑啊，你用辦何樣講咯？跟你有何事有何事，三夫主僕行行有，你係咪唔地講咩？係喲，你看啊，隔壁嘅三姑老師妹啊，佢兩公婆。拖不離情，情不離拖，窮下春葉又講又笑，乃為長義。轉到屋下是望啲面瘡，唔會講笑，唔會尋愛歸你死佬樣，肯定鬧哦。跟你愛愛用伴做，將按到想你咯。你愛好，我未想愛買一條羅勒褲嚟着。我留你講哦，隔壁個兩公婆啊。佢有羅勒褲好裝呢，個公婆嘅感情樣板好呢，你咁啲，你愛好，咪上嚟買條嚟着。你冇談到一隻樣子上出一隻鏡哦。哪有乜個羅勒褲？
哎呦，不管啦，不管啦，你就想来买咩？你係講冇買不愛好，你就非愛唔切。好，我收到你推俾買俾你。個裝三郎石不樣啊，係其實萬乃喜門、萬乃喜親、萬乃喜買啊，對推俾買到高興。咪千冇乜嘅，按到亂了貨啊！門有門唔得到，買是買唔到啊！咁冇奈何啊！有人嘢啦，cái三郎暗部拄到cái師妹，還是問師妹？師妹啊，我聽講也不下有一條亂了貨，那個阿奶姑啊，當一對頂講嚟買啊，cái呀亂了貨，愛會長就好賣呢。cái師妹聽到是為小白。咁崔主哥啊，我屋下冇錢好買衫褲，貴屋啊就有3條褲好着天啊！我2公婆一書條全部以前啊，一沙着一條，另外一條啊是脫下來寫，亂人寫亂人着，就按到亂了褲。崔主哥啊，上輩人要講係講2公婆強下着，公婆感情好入骨。個布條排唔落，崔主哥啊，你係講上嚟做好，你拿4-5條嘅打鐵褲來玩，我做得正你做嘅嘢啦。個中途嘅嘢啊，談到有錢人愛食亂了褲來做啊，心肝都是上啊，哎呦，個娘輩按古當娘輩按生錢哦，大家都笑到為死啊！你一處按到啊，有錢人上做亂了褲。今日啊，講到客家嘅林內婦，其實呢係代表同甘共苦嘅精神哦。唔過呢，唔係感情好，打生意都做得做個。像我同我姐姐啊，感情是當好，身材未當上槍啊。故說啊，就向下買條褲領等做。唔過啊，佢陣日過去，佢變皮咧，我十變臭咧。佢褲萬人做得做哈。好嘞，我哋嘅節目到呀要結束了，我記得喲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準時收看，日頭下日講講。